100集前你乜嘢都唔識，依家你可以將腦入邊嘅想法變成現實。記唔記得第一集連 HTML 係咩都唔知？呢一段旅程終於嚟到終點。到依家你已經識得用多種嘅 AI 工具，仲寫得出專業級嘅 prompt，你甚至識得整出完整產品部署上線，甚至收費賺錢添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呢個絕對唔係終點，而係一個全新嘅起點。Vibe coding 最大嘅價值，其實唔係你寫咗幾多行程式碼出嚟，而係你學識咗一種新思維，將好複雜嘅問題一步步拆解，然後用最精準嘅語言表達出嚟，令 AI 明白你嘅需求，再透過不斷嘅測試同嘅迭代，將個產品改進到最好。AI 同工具會不斷進化，但係呢種解決問題嘅思維係永恆嘅。去做啲嘢啦，用你學到嘅一切去解決一個你在意嘅問題。世界正等緊你嘅作品，多謝你陪我一齊學 Vibe Coding。